台南咸水活金港灯节将伫1月14号开展，今年有超过50组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共同参与，以社内画卷为主题，呈现超过70件作品。那整个灯区包括我们的策展的灯区、新创的灯区，还有学生灯区，还有我们船屋的部分也都会在今年盛大的展开。我想今年可以说是从月之美术馆到月津港的一个整个灯区的布置，可以是盛况空前。活金港灯节是利用咸水在地环境特色，伫活金港清水公园水区以及周边水岸空间设置声光装置艺术作品，举办到今已经超过10档。参观的人是愈来愈多，伫去年首次突破110万人。月津港灯节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打响了知名度，那已经是应该是全台湾10大灯节之一哦。那在我们盐水小镇特别的让人家醒目，而且配合着月之美术馆，已经变成前后辉映，再配合着盐水风炮，也变成动静皆宜。因此呢，我们月津港灯节今年又有更多新的装置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360度的环场。另外，主办单位也设计一款活动造型体灯，会当让民众坐回去自行组装。开幕活动也将伫1月15号登场，邀请到金曲歌曲艾怡良压场演唱。展期为春节到元宵节，为期1个月，陪伴大家为年前到礼到年后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